20蚊4毫夠你做三人菜一湯。得，聽唔啲菜？我想聽絲瓜炒花甲，呢個淮山肉餅啦，呢個酸辣大白菜啦，再來個瓜子沙，因為我肚腩太大啦，刮下啲油少2層肉先得。哦。計下你要幾錢？屋企咪有花甲買就買沙甲啦。25蚊線，呢度就5寫線肉啦，計26蚊。為咗確保話大家都可以做得出啦，加收50%嘅物價差異。39蚊4寫5入啊，收40蚊啦。嗱，君仔，午飯肉點賣啊？咩啊？幫我切半斤啦。5蚊8，沙甲5蚊9毫8一斤，大概攞1斤得啦。由呢度啊，先甩開啲水。沙甲8兩幾啊，5蚊雞。絲瓜2蚊6毫8一斤，買一條，大條嘅。番茄2蚊5毫8一斤，買2隻。金針菇買少少。鐵棍淮山攞1剔，肉心白1蚊6毫8一斤，買一個細啲嘅。雞蛋買2隻。買菜一共20蚊4毫啊，搭配生菜一湯。俾啲鹽水養下啲沙甲，等佢吐沙。午飯肉肥嘅部分切出來炒大白菜，瘦嘅部分多碎蒸肉餅。頭先呢度淮山用1半份量就得啦。再俾少少上個星期用剩嘅紅蘿蔔搭色，之後放入屏幕上嘅調料撈均勻醃10分鐘。再將佢水滾落鑊蒸10分鐘。沙甲蒸到殼打開之後，倒出鮮汁備用。然後保留帶肉嘅殼。肉餅蒸好之後放入葱花。第一個菜淮山蒸肉餅，絲瓜去皮之後滾刀切塊。然後俾啲薑葱蒜將絲瓜炒下香。倒入沙甲鮮湯，俾啲鹽蠔油調味。燜熟之後俾啲生粉打芡收汁，再放入沙甲翻炒均勻就可以啦。呢個菜真係鮮甜又好送飯。第二個菜絲瓜炒沙甲，將肥嘅豬肉炒香之後，俾啲生抽調味，加下水燜佢7-8分鐘，燜好收汁之後出鍋備用。俾啲蒜蓉豆瓣醬炒出紅油，放入大白菜翻炒幾下。豆瓣醬佢係鹹嘅，就俾啲蠔油、生抽、白糖調味就得啦。再俾少少辣椒油做個微辣嘅。出鍋前加入白醋，俾啲生粉打芡，倒入豬肉翻炒均勻就可以啦。第三個菜酸辣白菜炒肉，最後煮翻個湯，先炒雞蛋，後炒番茄、金針菇，跟住適量水放入雞蛋，俾啲胡椒粉、鹽味精調味，將佢煮出味就可以啦。最後一個番茄金針菇雞蛋湯，製作視頻唔容易，如果大家手指頭得閒嘅，麻煩雙擊個心心鼓勵下啦，多謝大家。要呢隻咪？妹，要邊隻菜？要呢隻咪？要番茄啊，㗎，你隻係冇？呢隻咪？要番茄啊，都話要番茄㗎啦。要飲湯過你啊？可以開吃了沒有？就交給你們啦。來，給你出爐了。